擺完搞事咁啱撞啱我唔搞嘅事，我到死會問：屌你老母臭閪！呢部車咪係我㗎？係。開走！我細佬，有冇搞我先？冇料啦！你攞佢車匙放。啲朋友，如果我喺什麼講？唔係。大佬，我冇要那個鑰匙。你反離開我，我馬上叫派出所過嚟攞10萬。今日出嚟搞事。到底有沒有喝醉的？東山少爺咯。邊個都保唔到㗎啦。他臉都絕。沒有車子嗎？我沒有。你俾條車匙我，你哋有冇踩過喂，做咩啊？我真係警告你啊！警告得講吧。我怕你唔警我。喂，你啱睇咗嚟呢個公園前呢個喂，西華路嘅，我同你冇半毛錢關係都冇咁掂。你要拍下來，冇你噶。搞咪搞唔掂啊！怎麼了？74年㗎，點解佢發朋友圈？啊！派出所嘅人嚟，74年屬虎嘅。抖音啊，發得佢。呢啲嘢失禮人。好 ，OK， 落晒班嘅過嚟偷雞，過嚟搶錢。係，有啲金。喂，我再警告你啊！5蚊。嗱，同我再前我就知公道嘅，我講。你係乜睇我俾你嘅？你同我老多啲啊？車啦嘛？OK。我警告你，我等下就派出過嚟，等下先拘留㗎。得叔，你講樣嘢，你唔拘留我點聽？我閪閪嘅。之後就快咗，我閪死冇4區我話事嘅。我當年嘅94年嘅，去 PG 快13分鐘喺福景路飛到東濠涌翻轉，佢都唔知邊度嘅，我唔姓超。你咪過嚟偷雞㗎？拖咗差都未過嚟㗎，走㗎我講啊，呢部車我，你驚地。你兩個唔係一齊打機？呢死烏鼠，烏烏地啊，失禮晒廣州仔，呢死烏鼠閪。恭喜你。咁佢人咧？走啦，烏鼠閪。再警告你一句，你不要跟他打話。OK，他不是我老表。咪收你部車啊，傻閪嘅，又烏到閪。交多少錢？交5係5，唉冇用，呢一層。呢個容易。